收看今晡日分享来呢个节目，哇！今晡日大家来分享乜嘅故事咧？哦，大家听错啲吼，对呢台湾地图总系有一群人吼，记得会做个点点嘅停手，本人停手嘅人啊，乜嘅故事都有，比如讲像系后辈嗰个學狗啦、小朋友啦，今晡日是老大家分享安樣嘅故事。不過咧，收介來賓之前，大家先來看短片。所有的地方要注意刹车，不要骑进去。不要爆胎，不要滑倒。车距取开。他们在主流教育里面学习是挫败的，学习成就是低落的。要翻转，最重要是最底层的1/3有没有翻转。让下。张开，张开。手张开。这个低压还没有形成台风，但是在台风的边缘。天父上帝，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一路上都有平安，不容任何车辆来伤害我们。我们都有不愉快的故事，求你透过这一次的祈祷，让我们完全的忘记。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代表新的出发。这些在困境当中的孩子，其实他们也是台湾明天的希望。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帮助台湾的下一代从困境当中走出来，而成为台湾明天的希望。梦想骑士，来跑出来！哇！看到短片，大家來分享，你見唔見？來賓嗬，一開始來分享嘅咧是係亞洲騎士聯盟嘅，你講理事長劉一中，理事長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我是台灣逆轉協會理事長劉一中。分享理事長嗬，大家來分享嘅係呢個天嘅來賓來自新竹哦，新竹兒童協會嘅總幹事周柏霖分享。大家好，我係到新竹來嘅愛鄰協會總幹事周柏霖，歡迎分享。哇，大家來分享嘅係呢個學人哦，通常係來自新竹了在學會嘅學人，其實呢個收聽分享。大家好，我係新竹來陳秀婷。分享哈，哇！今天呢，我們現場哈來到你講上屆好朋友哈，剛才有看到短片，哇，大家都覺得好熱血哦。對不對？本來不會騎車的，看完短片之後都想要去騎車了。這個過程當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完之後那個心情很激動，覺得那個氛圍不一樣，對不對？哈！而且很特別的事情是，這個是我們逆轉騎士聯盟的理事長，所以先幫我們簡單講一下這樣的一個活動。是逆轉聯盟是104年的6月29號宣布成立的。那成立以後，我們就開始，當時是由台北、台中。然後高雄、台東4個客服機構組成的一個逆轉聯盟的機構組織。那我們那個時候就在想說，那我們4個機構能夠為台灣的這些孩子做一些什麼呢？那我們就當時就以孩子第二個家的理念呢來為出發點。那我們在想，那我們想要讓這4個地點正好北中南東，那有什麼樣的活動能夠串起他們能夠一起在一起的一個活動？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第2个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办理这个单车活动，然后让4个地方的孩子呢就掺在一起。那各位可以想想而知啊，那个台北的孩子从来没看过台东的孩子啊，台东的孩子，然后看看高雄的孩子啊，所以当在一个不同文化的一个环境下面的孩子，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就串出一个不同样的一个火花出来。对。那再透过10天的大家一起彼此的协力，然后骑完成这个单车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工作、一个任务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处磨练的机会。对，刚刚李尚有讲到哈，说我们就来弄一个骑单车的活动，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有没有？骑单车，可是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很艰困的任务，对不对？我们总长会骑大约多长？我们总长大概有1000公里。我们骑刚刚李尚讲10天，对，所以很艰难，对不对？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像周宝玲总干事今年也是第1次参加，对。T100，嘿，啊，你骑加有骑吗？我骑一小段，大部分我开保姆车都会肯注意大家的安全是错嘞，对，因为你看嘛，这个活动看起来这么热血，都要先问本人有没有参与，对不对？我们现在问秀婷今年有参与，对不对？有。你有騎完吗？有一小段没有骑完，一小段，但是基本上10天你都有参与。哇，你真的很厉害耶！啊，你骑加油骑的很困难吗？会觉得很困难？有啊，你看这样很诚实吼，他至少没有说，哎呀，我觉得还好，很困难。中间会觉得骑到很累啊，骑不动来，摸小也骑累，小也放弃吗？会吗？有哦，但是还是觉得要骑完。为什么？因为朋友受伤了还骑，然后我没受伤，那我也要继续骑。对，受伤的都还骑，我都没受伤，我要完成，对不对？好，那李尚有骑吗？这个我骑了3次的环岛，掌声鼓励一下。对，真的，其实我们这样讲，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简单，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过程。可是就像李尚讲的，你的目的是能够串起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可以彼此认识，然后彼此学习。韩港从饶改事情可以陪我狗，安用 K 茶改狗肠，这个过程其实学习的事情才更多，对不对？我们从骑单车的过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到，其实在对孩子的自信心，然后还有对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来讲，都有很大的改变跟突破。对，那我们其实很多的人就在想说，其实刚开始我说你从观察孩子的眼光，你就会看出来说，一开始骑的时候，他们是抱着一种很犹豫，然后很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完成，到最后他们会给你一个10天完成，他们会给你很雪亮、很自信的一个眼光，告诉你我骑完了。对，我觉得这个是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验，对，也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经验。所以孩子的体力跟毅力都在10天的过程中无限的扩张，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活动。所以如果我要问，怎么样的条件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只要是我们联盟机构的孩子，那经过我们就是大家的一个培训以后，那有一定的一个条件，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测试以后，他们符合这样的一个体能的一个资格以后，我们都会让他参加的。是，对，所以像信州林下回今年是可以提起100从哦，算是第1次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公会时，因为西欧差不多有20几个，西欧讲爱去，然后经过一些训练，佢都是体力总得啊，步平啊，是佢都是总得来啊。最后我们选择12个去参加，最后是12个，对，入选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没有那么容易。其实以为骑单车好像动简单，其实没很简单，动田要体力。其实老乡全部来分享一下，其实在调查推翻有动爱用改下费，其实就是针对有需求的孩子，对我们给予协助，不管是课后的辅导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协助，然后我们当然想用安用改协助李总是想说，我们应该要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就用骑单车环岛的活动串联这些协会，然后从这些协会的孩子们，当然可以。刚也说了嘛，好，体力够的，经过训练的，感觉上好像可以来参加的，我们就
中选，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安永改反同。所以不只是课后辅导，不只是不同的需求培养，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凝聚另外一种力量，对，然后带来更不一样的改变，对。对，我想其实客服机构，大部分孩子可能都他们或许对于出生没有选择权，他们都或许他们有不想说的不幸的故事或不愉快的故事。那我想这些都孩子们在他们来讲心里面都是一个缺憾。那客服机构呢，其实在我们的客服机构里面，其实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孩子的第二个家。所以他们已经晚上把它视为是另外一个家，他们回到这边有热腾腾的晚餐陪着他们，然后有非常关爱他们的老师陪伴跟关怀他们。所以我们也在想说，那这些孩子有可能家里面迁居了，有可能将来他长大了到外地去求学，那我们也希望在台湾的各地都有他永远的第二个家，支持他的努力。是他的奋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它串联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哈。乡亲朋友还有东东嘅故事，就等到大家嘅分享哈，大家先聊下，等下站上來。一开始蛮紧张的，就觉得有点没扛紧，很累，很想放弃。我们家就是小吃店，做过很多东西，然后就没有很成功。因为妈妈就是从早上忙到晚上，然后就很怕她太累。一路上。谢谢有你的加油，陪伴我。135公斤，学校功课也不好，什么都不好。我第一次带他是他小3刚来读的时候，然后他已经跟大队伍拖了很远了，经常一个手白烂在那边不起。坚持到最后，不要害怕跌跌撞撞。从过桥记就是大家都常排挤我说，你这个原住民就什么都做不来啊。对。所以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很沉默，就是说我一讲话我就觉得是自己犯错。在学校啊，他好像老大一样，不开心就打架。那时候我真的是被他逼得快要疯了，一天要上12个小时至13个小时的班，所以说我才打电话给警察说这个小孩子我真的没办法管教。哇，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很多是学员回馈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些画面让我看了很感动，因为我发现真的是不同的孩子，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背景都不一样。我刚还有看到一个，就是里面老师有讲，就是有一个体重比较重的，是，对我看到他骑，这对他来说不容易耶。君阳是台东15的孩子，真的不容易。我们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135公斤，天哪，怎么可能这样骑得完？这个相当于我们3个人，就是3个小孩的体重，然后要压在一个自行车上面要去骑完，他等于相当于力气要用到3倍的力气来才能够完成。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俊阳他也因为同才的这样激励跟感染。他还是很咬紧牙关的把它完成了，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在广告的时候有听理事长讲，就是大家一起骑，一定会有一些进度前后嘛，对不对？对。所以，但是大家就是一个团队。对。所以一定要一起做完这件事。对他们团队非常的棒，他们团队说我们一定要陪俊阳骑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即使骑在上坡，然后俊阳骑得很慢，他们也都不会超车，都骑在俊阳的后面等俊阳骑完，一起激励他完成。他不是骑到前面等他，他说我不超车，对，陪他一起完成。我觉得这也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学习。对，也是一个学习。然后对俊阳来说，他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跟自我的肯定，对不对？而且其实不止，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对不对？对，因为他们其实
其实里面刚刚看到的鱼黄，其实原来也是可能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父亲都认为是一个头痛的人物，然后父亲也说我管不了他了。然后后来他到了飞扬以后，然后又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他竟然发现到他的领导力，然后他发现到我们从开始这个骑车的时候开始大喊大叫。或者呼口号，就是从他开始的，所以他变成说，他觉得他很有魅力，然后他很引起大家的共鸣，对，他在这里考到肯定。后来他回去以后，他拿到全县总统杯的举重比赛亚军哦，秀婷，我们一起鼓掌一下，有没有觉得很棒？有，对不对？其实就像这边说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其实找到自信心，也找到肯定，然后也看到他的领袖特质。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孩子们也是算是一个发展出他自己不知道的一个潜能。对，他搞不好以前会觉得俺拉吼，对不对？搞不好还否定自己，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可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困难呢。首先，骑车也是一个专业训练吧，不只是体力。车子坏掉怎么办？对不对？对，长差什么？猫，对不对？对，要专业修车。其实筹办这个活动，我们大概从半年前就开始了。那一个人要完成环岛其实很容易，可是要带那么多人环岛，我们从第一届的80个人到第二届的150个人，到第三届的240个人，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数目之庞大，非常庞大。这个，所以我们半年前开始，所以我们都譬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各机构他们的这些专责的老师，我们来做专业的培训。从这个开始的怎么样骑乘脚踏车，包括脚踏车的结构，包括脚踏换挡变速的这些结构原理，然后包括怎么修车子，轮胎破了你要怎么补胎，要怎么把胎子弄出来，然后甚至于在骑乘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手势，然后让后面的孩子能够遵循，然后甚至于我们还要训练我们的交通管理交管人员交管人员要到前面去做导，就是前导车以外，他还要有这个前面4×9交通状况，他要负责去挡车包括有巷子冲出来的车子，包括右转车等等。那后面还有保姆车，你每天要具备怎么样的就是有些补给品，孩子有时候骑累了，对，还有安全的问题。还有他们的饮用水，还有一些补给品，这些都要去各药箱。对，医药箱，因为有些孩子刚看到有些是已经流血受伤，躺在地上，对，这都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很艰难，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它不只是梦想起飞而已，或是梦想达成，这是一个过程。秀玲，你起架队参加应该不同地度，你有讲过嘛？个係你起到最困难，然後係講你印象最深嘅故事嗎？就是别人看到，就是那一次自己上保姆车的时候，看到别人受伤，很想下去帮他忙了，可是自己脚已经受伤，根本就走不起来。对，很想帮他，可是自己也受伤了，去干啥受伤什么哈？而且你要去按球。这样整个活动你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对，然后也完成了。那你自己完成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吗？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就是参加这次活动之后，看事情的方法改变了。哦，真的。你很棒哎，因为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所以你觉得看事情的角度改变了。哦，真的吗？你觉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觉得比较正面、比较乐观，还是你觉得思考模式会不一样？比较正面乐观。哦，真的，对，所以很谢谢老师们，对不对？有哈，有跟李尚熟不熟？会怕他吗？不会，不会。想说，看起来有点严肃的，还好，很走的黑猫。那周老师呢？这边会。有觉得会怕他吗？不会，也不会，是不是？大家都很和蔼可亲，跟孩子们很亲近，对不对？所以一起叫他带，叫他洗，叫他洗，记得也是自己洗衣服，每天晚上。所以你说，你看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一个活动，这也是一个生活起居的自主训练，是的，共同的生活的一个训练他们自立。你看自立、自主训练，然后又要团队生活，对，所以它是整个很多面向的学习，对，他们要分工，比如说有工具组的，有生活组的，
然后有各种不同组别，然后他们要各自到了一个定点，他们开始搬他们的东西，然后要去就定位，然后帮忙其他的同学。我自己这样子看啦，除了理事长讲的、总干事讲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提奉哈，我们第一台要注意嘛，我觉得会看见别人的需求。对，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我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自主训练也好，团体活动也好，很好重燃黑。我觉得我们很少看见别人的需求，我们都看见我要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对不对，秀婷？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有？可是我们忘记别人有什么，或者别人需要什么。对，所以这次应该你去动动好朋友有吗？有。我觉得今天跟秀婷聊天很开心因为她好，我问她什么，她都给我好正面能量的回应啊，有没有很开心？有动放有吗？有奇怪吗？有，有改变吗？有觉得开心吗？开心，对不对？所以你认识有交几个好朋友，对不对？很多很多，而且可能跟你来自不同的地方，对，因为可能你在信中嘛，有东西可能跟你在信中人。对不对？你也可能陪你让你可能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然后背景也不一样，对不对？好啊，活动结束之后还会联络吗？我们会还是会联络，对不对？那这就很棒啊，对不对？代表友谊是真的，对哈。所以其实几多个故事，还有动都做得到乡亲朋友的分享哈。你的做条比强，你跟乡亲朋友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陣繼續再來講。今天其實當歡迎做啲分享到理事長、總幹事，我們秀婷來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的分享，時間不夠，故事很多，1個小時講不完，對不對？太多東西可以分享，下次一定要再來分享很好豆改故事。好，所以2團節目趕快抓緊時間。對，為什麼？因為一裝開始看到講，我們現場有一個好漂亮的這個好像產品的東西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是孩子自己的規劃、籌劃、製作嗎？還是？對，這個是由我們三峽小草書孩子自己手工去製作的一個皮雕品。是。那這個皮雕品是為了來請大家來做1000個逆轉騎士的一個推手的一個活動。對。那我們希望前50名的孩子會親自做個手工包呢，來就是來給這個1000個逆轉騎士的推手們呢，然後前50名的推手做一個紀念品。是。那這個目的其實我們是希望讓孩子勇敢去逐夢。好，那不要怕你的夢有多大，你只要你願意付出，你願意好好計劃，而你的夢是正向的，有人願意投資你，願意支持你，你都可以去完成這樣的夢想。對，而且我覺得有夢想。那個夢想你要去逐夢，其實要有一個力量去支持。是的，對，就像我們你講嘛，你講去到器材很寬陡，對不對？也需要籌備資金嘛，對不對？又不是一個免費，對不對？腳踏車要錢啊，或者是人家贊助。吃住也要，对呀。对，是代表钱，对不对？俺都共种引燃，对，所以其实平均一个孩子也要大概几万块的钱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不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团队，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们孩子最多只能计费到15000块的一个10天环岛，再加上3天的营会。是，那各位可以想想到，我们每一年的增加的孩子，从80个、160到240个，这是一个13天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的。那这10天的吃住，其实孩子也蛮辛苦的，因为我们经费有限，所以孩子大部分中午也是吃便当，晚上也吃便当。不过他们真的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很优秀，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反正他们就很棒啊！哇，每天吃不一样的便当，他们很快乐在其中，对。很棒吗？秀婷有吗？当然是没给我偏动，很棒，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孩子们也是要自己去学习自筹这样的一个款项，对不对？对，这个款项我们也鼓励孩子，就是说，你用一种心态，就是说。我现在请你邀请这个所有的人来投资我、参与我，那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给予的种子。好，日后我完成了梦想，我也会将来也会成为一个给予的种子。我们一直在教育孩子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因为有时候你有一个相当的成就，不管是世俗认定的成就，或是非世俗认定的成就，很多的资源取之于社会，有时候我们
有能力了，我们要回馈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不对？是不是徐婷？对，所以其实孩子们就应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对，然后他们有他们的自筹的一个款项。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动豆动好可能改发面，其实是纪录片。纪录片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台家走的烫都改硬哦，这个硬哦也是声音诶，给到几架走改几架筹划的这个背景音乐，对不对？是不是？是。是我们孩子他们自己，他们骑完单车以后，然后他们油管后，然后他们自己作曲作词所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旋律。我觉得这个在里面真的是可以挖掘到很多有天分跟有才能的孩子哎。我们非常多这样的特别的孩子，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接触了才知道，其实那个是原来是藏在里面的。是的，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总干事李亚平的海历史李亚平这么努力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心动念跟一个力量，对不对？因为就像李市长提到的，这个青少年的教育。现在也是我们台湾整个要面对青少年教育，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我觉得它有一个 gap， 就是我觉得它中间有很多的很多大家不了解的部分，对，或是刻板认识的部分。对，现在有我们这样讲，就是现在有1/3的孩子是处于我们比较所谓底层弱势的环境。那现在 M 型社会越来越明显。那相对的，他们能够得到的资源。甚至于说，因为他们家庭的功能的失衡，所以往往造成他们在学习上面会有一些阻碍，甚至于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健康的环境，能够帮助他们去做完整的成长。但是他们其实有很棒的才华没有被挖掘。那其实如果透过我们客服机构好好的培养他们、陪伴他们、关怀他们，用爱的陪伴，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发觉到，很多孩子开始被接受以后，然后他们开始愿意展开他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然后甚至于获得更高的学习成就。那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孩子在客服机构里面得到非常棒的一个回馈。那在单车环岛里面，其实我们因为孩子因为可能家庭弱势的环境，他一直在生活在他局限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为什么透出环岛以后，他开始看到台湾的美，看到这些整个开展出来以后，他走出他局限的环境，他的心就接受开了。他愿意接受新的事物，他愿意接受挑战，他愿意接受大家一起的共同奋斗的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哪一样活动，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把我们这底层最底层的这个1/3的这些弱势的孩子，能够把他们提升起来。我想这也是对于我们台湾的未来的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我们常常说它是我们以后的财产，对不对？所以这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起。不过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先跟总干事这边学习，我应该先报名，我自己应该要先报名才对，然后先去接受体能训练。对，这个体能训练完毕之后，还有心智的训练，然后都训练意志力的训练，然后合格之后才说，有这个荣幸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留一个名额给你，感谢，明年见。谢谢你这么快就替我先线上报名，我说这真的很棒啦。所以根本你来到两篇跳过，你复习来这个节目就还有，然后大家的分享，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讯息。是。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概念跟理念，对，所以我想不只是这样子，3年下来也是希望你走得串联全台，是的，然都赶紧走得参加，对不对？你今年体100参加事情都动涨掉，而且3年下来被继续来3万达标，做按用改规划，对不对？爱好搞，爱有意义。我觉得这周老师很厉害呢，可以讲哈位都很有作家味啊，对，乡亲票可能唔低吼，你。总干事佢係帶到新周界，你所以後外聲音學習客家話，都可以用客家話講，佢講到邊啊很好學。冇啦，係啊，對，真的是很棒，對。然後這個理事長這邊說我是清流堂，好，盡量聽，也是一個新的學習，是不是？是的，體能嘛，對，單車技術嘛，對不對？然後意志力的培養，現在還有語言的學習。是的，是我們一起都要面對新的事物，一起前進，對，有夢想一起前進，對，所以其實接下來最後一點點的時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的訊息，包括像紀錄片的放映，是的，我們紀錄片陸陸續續的在台灣的，我們今年是偏向於我們所謂獨立書店的一個分享。
那我们可能最接近节目开播的一天是在9月9号，我们在灿烂时光，在新北市的灿烂时光东南亚书店。下午2点到5点半，我们有一次分享会，那欢迎有愿意来参加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棒哦，就是人去就可以了吗？对，就是人来就可以了。这么棒啊！哇，这真是太大的福音哦！就是我们再跟观众朋友讲一下，9月9号，9月初9号，在新北市灿烂时光。东南亚书店，下午2点到5点半。係講有興趣嘅鄉親朋友係講想去多了解記錄，然後多了解安樣嘅法統，然後係講想去看記錄嘅紀錄片。你今日有看到一些什麼1分鐘、2分鐘嘅事情都有意思哈。該本下就有幾則紀錄片嘅放映哈，所以講有興趣嘅鄉親朋友有限。唔會話唔冇講大當然是到改片，大家共下來分享哈。所以李尚也會去嗎？是的，我會去的。老師會去嗎？總幹事這邊，現在還在。對，那秀婷如果有機會有空，搞不好有機會會參加這樣的放映，對不對？如果到新主場的話，我們就會去。對啦，新主場，對，我們有分區，有分區放映。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我覺得越走會越好。會越多的資源，越多人的參與，對不對？你看現在都還有紀錄片的拍攝了，對，我想這也是一個過程哈。鄉親朋友希望看今日嘅節目，我們大家係得到當好嘅自信，好，多了解非常感謝李司長非常感謝總幹事，收聽思夢妮繼續下去，繼續加油，好，非常感謝大家，好，鄉親朋友聽聽下咧，你聽聽認同先生嚟做認同了。